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2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一个中国寄来台湾的老学者，常常翕影片发表统战的言论，佮讲应该用武力统一台湾，以免损毁自己伫台湾移亲的居留许可。立法院今仔处理在违法修正案的合议案，行政院长德英泰出席说明，中台湾双方发生冲突。美国甲乌克兰昨做伙声明，乌克兰愿意接受美方提出随停火30天的建议。美国嘛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佮有进步的交换。来看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暗时就会变天咯，明仔载开始受到风面的影响，各地拢有可能会落雷公雨。天气的变化是真紧哦，佮真大，嘛有可能熊熊会落大雨，还是落冰甲。周四，明天呢要特别留意，在锋面的影响之下，各地都会转为可能会有发生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那在对流发展旺盛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局部的强阵风、雷击，甚或是冰雹等剧烈天气现象。从周六到周日，随着锋面的通过以及后方的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比较偏凉冷的时间点，在周一的晚上到周二的清晨左右，中部以北及东北部的低温可以来到10度、11度左右。气象专家表示讲，拜四开始哦，锋面落南，全台湾拢会落雨。下礼拜啦是有强烈大陆冷气团的报道，后礼拜的雨水才会较长和。各地哦拢是大冷的天气，中北部佮有东北部空旷地区温度有可能会无到10度，会直寒到后礼拜3。咱再来看立法院今仔处理在违法的修正案的合议案，行政院长德英泰是提出5大理由来表示讲因拄到的困难，拜托立法院就同意这合议案。也毋过即阵无偌久，中台湾拢发生冲突。立法院3读通过财政收支违分法，行政院认为抵赖难行，而且立法院合议12率行政团队报告备询。不过，国民党立委都开始质询无偌久，就甲大卡起冤家。你有没有跟本席约时间来沟通？有没有？有，但是有时候约不上时间。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议场可以一直录影吗？南亚立委不满大卡的民进党立委对因录影，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抗议，连共党的委员陈玉珍拢忍袂了，站起来甲因理论，甚至规矩坐伫咧镜头前。没有闹场吗？你们昨天没有闹场？即阵到上尾啊，卜坤基搁再甲台积电的问题提出讲，咱知影讲伊一落台了，就和林野立委宣布用口说讲，伊讲的甲在违法无关系，场面真混乱。这时阵陈玉珍搁来斗一卡。因为你担任行政院长，同意了台积电到美国去，而没有任何条件，这就是出卖台湾。你的程序有没有回到任何跟台湾法有关好好的内容吗？怎么不敢回应？叶老师认证空北立委。哪上别人的谣啊？为什么拿美国人来制造台湾的混乱？我是在问你啊！为什么拿美国人来制造台湾的混乱？针对在违法修法，行政院长窦英泰讲，修法调整各级政府税收划分，所无并动检讨事权，阻碍中央部分的施政推动，甚至伫地方自有财源增加的情形下，则规定中央袂当减少地方一般性补助，再加上修正了的土地税款分配，也进一步扩大城乡的差距。希望修法卖遮赶，会让互合议案成案。使用复议来做这个总预算复议的院长史上第一那我觉得现在完全就是在用嘴皮治国。如果复议案遗憾的失败了，没有成功。当然，下一步民进党团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也会提出释宪、暂时处分。南亚重申，在违法修法绝对不是抢中央的财源。因为民进党是有国讲，那是在违法加预算案的合议案无通过，所以除了实现以外，也下乡宣讲向人民报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再来看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已经开始进入第2阶段的联署。双北市的罢免团体早起伫中选会开记者会，罢免市卡新的林涵林、周兴成冒去声援，呼吁国民党就要好好面对罢免行动针对双北市罢免大串联国民党的立委赖士葆是表示讲伊尊重。失格立委，3-3，2阶启动，3-3。大声喊口号表达诉求，大罢免的代志是一直滚假。国民党立委罢免案陆续进入第2阶段联署，双北罢团12联合开记者会，总共11个罢免团体到场，其中5个团体今仔日自家领票，罢免市卡新的带头人周兴成也参加来致辞，话声国民党堂堂正正面对罢免的行动。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公民，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希望国民党面对这次罢免，堂堂正正的来出来，不要躲幕后。针对双北串联大罢免的行动，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是表示尊重，一切平常心面对。他们要怎么做，我们就尊重吧，我们就平常心嘛，该做什么事什么事，该监督的我们还是要监督了，不会说因为大罢免的我话不讲了，我也不监督了，不会这个事情，一切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嘛，准备第3阶段去打仗。外界也关注推动新北市立委罗明才罢免案的巴罗堡团队，最近伫深坑区设第1个固定联署站，蔡雄雄被出租的这边要求解约。罗明才服务处是表示，罗明才希望尊重公民团队行使权利，对联署站停租的代志不知情，若互对方点名无排除会提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中国配偶老小姐，伊伫网络有一个爷爷伫台湾的平台，伊常常翕影片来发表统战的言论，佮讲应该用武力统一台湾。伊的影片互检举，伊面树伫约谈了后，决定要来废止伊伫台湾移亲的居留许可。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言论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也不是武力统战或者是武力侵犯台湾的借口。所以呢，这位网红我们就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那我们也都了解，台湾社会呢，你触犯到言论自由的底线，然后触犯到我们法律底线的话，我们希望用这个法律的规定来予以严厉的处理。这个对中国寄来台湾的老小姐，伊后来家己冒翕影片讲，伊互检举，互移民署约谈。内政部长刘世芳是强调讲，会依法来处理。移民署嘛表示讲，这位老小姐讲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无需要其他的理由，佮批评讲一直拢无武统的行动，这已经危害到咱国家的安全，影响到社会安定，所以依法来废止伊伫台湾移亲的居留许可按照规定，伊5天内袂当过来提出申请，最近嘛来要求伊出境。咱再来看中国的新创公司 DeepSeek AI 因为有治安的疑虑，咱国的公部门是禁止使用。司法部这次嘛发现讲欠缺安全防护的机制。另外，针对最近咱国有病院和骇客入侵治安署长蔡福良嘛表示讲，会协助病院来增加安全防护的机制。中国 DeepSeek AI 推出了，造成美国股市科技股市值一年之间就损失几落千亿美金。因过因为有治安的疑虑，为了要防止敏感资讯外漏，将在国家的政府拢禁止官方的装置使用。但司法部治安院第12也公布 DeepSeek AI 测试的结果，证实伊对有外部攻击的能力无够，而且无形欠缺外加安全防护机制。那单机使用比线上使用更加危险。你拿到自己家里来之后，你就缺少那个保护的机制，即使你直接当作下来用，也是风险是蛮大的啦。他把很多东西简化，包括检查机制就拿掉了。另外，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台片3号海底电缆，连续和中国的宽移轮 Q 登记。根据国家安全局统计，最近3年，咱国周边的海底电缆平均每年发生7遍到8遍断缆。其中原因除了品质的问题以外，也包括中国大陆抽沙和海底电缆造材造成损害。渔船的拖网 Q 登器、大型的货轮伫咧路顶时阵去搞歹去，也个中国宽移轮暗河活动造成的损害。免怎增加海底电缆的韧性，司法部部长黄安南表示，会随时监控。永远没有办法防止，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断掉，所以我们就有发展其他的通讯机制，比如说
微波的通讯，还有就是低轨卫星通讯。另外，台湾伫最近出现几多件变互共一种力素软体攻击的事件，通讲伺服器拢受到影响。海基也讲，因有马街边所有病人的个人资料，开10万块美金的计价，看啥人要买。这边都会随时掌握状况。那如果需要支援的话，我们会协同治安院这边的技术人力，下去做相关的这个资源。赵福龙讲，卫生部已经请马街边加强服务，加速补建先进的服务软体。若是边需要协助，治安署也会增加资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北京头面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证实讲，美国要暂停对加拿大钢铁和阿鲁米扣50%的关税。也毋过，市场对川普贸易政策变来变去是真不安。美国今仔是个继续落哦，道琼落478点，上惨哦。台股今仔因为台积电已经开始起落，所以台股今仔收盘是收伫22,235点哦，是起164点。今仔台积电反弹将近2%哦，盘中上悬是伫992块的附近。联发科、广达等电子股嘛拢起。分析师是表示讲，目前美国股市阁有真侪挑战哦，关税无确定，经济成长有长好，阁有一寡企业哦利润无介好。连面特别公布通货膨胀等经济数字，那表现无介好哦，美国有恐惊会阁继续落，咱台股嘛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几天哦，天气是袂歹，有空气的摄影师就翕到台北101大楼第一片云海顶悬的画面哦，是非常的壮观。要翕到这款的画面，实在是无啥简单，咱做回来看卖。空翕机起飞了后，拄开始一片蒙雾，过无偌久，镜头直接探过云海。台北101大楼上悬的尖塔出现伫一片云海顶悬。可通看到日头拄出来，真水真壮观。这是空翕摄影师沈中宏伫拜二早起6点外翕到的美丽画面。摄影师表示，伊提早1个月向民航局申请，也拄好伫这几日拄到有较低的分站，对家人外海进入台北盆地，才通翕到这水的画面。看到突然间冒出那个美景，哇！然后就是心中那个雀跃啊，没有办法形容啊。就觉得说这一切都值得了。这样，虽然云海每年都会有，但是一般来讲，它就在基隆这一段就结束了。哦，不会进入到台北盆地，就是它的量可能不够。摄影师讲，因摄影团队对半暝开始等，一开始拢等无云海入来，也拄好迄当阵附近空袭无无人机经过要起落。气象署表示，因为春天天气变化大，较温暖淡湿的空气和冷空气交汇，就较常出现这款现象。是因为陆地上面会比较偏低温，就是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地面如果说比较低温的话，再配合我们空气上面比较暖湿，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成云或是成雾的现象。那一旦这种云发展起来，其实它的高度都会蛮接近地表的。另外，气象署也讲，拜三是这礼拜较烧热的一天，对拜四开始风面落南，全台天气拢会变较无稳定。到拜六进前要注意会有强阵风、强阵雨。礼拜过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中部以北会出现10度、11度的低温，其他所在也干那剩13、14度。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又搁是诈骗哦！新北市有一个富人人，伊摕超过68万互人，讲相信对方会安排伊甲演员牛调位来见面哦，结果是诈骗。警方嘛指出讲，这案的车手是一个65岁的富人人，伊嘛是哄骗哦。诈骗集团是骗伊讲，伊去倒摕钱，就会当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见面。刚刚在车上等待面高，警察突然拜访伊。小姐，警察。可是车手落网过去的2个月，几下摆成功摕到钱，也毋过专案的被害人安怎甘愿一摆搁一摆将业绩交出去？受害富人人69岁啊，无少着开大钱，只毋茫见到爱到牛调位一面。前后交付新台币68万元之现金与点数卡。警方调查，嫌犯年纪65岁，会甘愿做车手，原来也有移民计划。伊讲家己也互卫戍套路骗，就是完成政府就会当安排伊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台湾见面。因过不法集团即摆甲以前无共，罕见的吸收年纪大的车手。那在年长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他的这个本身的经济并不宽裕嘛。我诈骗，如果诈骗不成，那我是不是有可能干脆转而变成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车手集团的成员，充分发挥他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剩余价值？
诈骗多数为社群出发伫民测 IG 社群号，王品集团也正做另类苦主旗下品牌服务用，讲要办小小总铺活动，互业者紧急澄清，都连赖也互诈骗集团利用。我们曾经留个资，就把我们加成好友，被动的消息就会一直传进来，会有我们一些莫名其妙就跑出来的广告之类的。因为我的工作我不能管，我们老人家不会守，要等到年轻人再问他。要防止赖防入侵，有专家表示，会当关掉温存放假伫好朋友外部应用程式存储、提供使用资料等6大功能。如果是政府机关传送的，它的这个前面的传送的这个账号应该有一个盾牌，那盾牌的颜色基本上绿色或者是蓝色，就代表验证过的。道惊诈骗集团冒名公家赖 ID， 有专家建议会当检视口罩敢有盾牌，甲盾牌色水辨别真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早起公布一份医界的性病调查，发现讲有将近6成的查某人有防性骚扰过，也毋过成熟的比例干啦5.7%。工会是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来检讨性病三法，嘛应该监督病院来改善病院内底的调查机制。医界性别不友善。今年一个台大病传出讲，有一位妇产科专门伫咧治疗未生的名医史教授，和6位住院医生加研究生指控伊性骚扰，要请示核准。根据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上新的调查发现，医界性别无平等加骚扰的情形依然真多，对临床要留人才有不利的影响。女医师可能遭遇到的比例，当然还是比较比较高的，来的很多哈，有超过半数的女医师在职场当中有遭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性骚扰或性别不平等的事件。工会用1年的时间，针对487位医师抑个医学系学生做调查，有要讲6成异性恋的女性不造成性骚扰，是异性恋男性的9.16倍。研究也发现，异性恋男性无人申诉。异性恋的女性申诉的比例也只敢若5.7%，因若无申诉的理由包括感觉还未到按人斗3工的程度，感觉无时间处理，另外就是证据无够，这也是重要的原因。这些人他们最大的这个担忧还是我会不会被曝光。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耳语，有很多的这个八卦，就会在整个组织内开始流传。性平3法通过之后，我们就有跨一大步，到还是要讲的是法律跟执行的这一端到底有没有办法落实？工会提出3大诉求，包括医疗机构发生性病事件，伫咧设调查委员会时阵，就要包括一定比例的外部专家。另外，性病3法应该统一标准，规定病应该组成性病委员会，而且名单要公开透明。教学病的评鉴，抑个专科住院医生的训练资格评鉴，拢要参考病院的性病案件处理流程。因若到目前出国为止，劳动部是也无做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甲乌克兰昨发布联合声明乌克兰是愿意来接受美方提出随停火30天的建议。美国嘛会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甲情报的交换。另外，美欧双方嘛达成共识，要签扩散资源的全面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伊嘛愿意搁再邀请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来访问北京嘛希望讲罗西亚会当接受停火协议。美国甲乌克兰11日咧所第几大的高级会谈达成共识。乌克兰接受美国方面所提出的停火30天的建议，因若华府是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抑个情报分享的作业。美国乌克兰会后拢强调，这马球是伫咧俄罗斯的手内，看因安怎回應。Now, hopefully, we'll take this offer now to the Russians, and we hope that they'll say yes. That they'll say yes to peace. The ball is now in their court. Ключ, як навіть написано у спільній заяві, ключ сьогодні саме у російської сторони. 根据美国乌克兰共同声明的内容，乌克兰首先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和平所做的努力。乌克兰也传好随接受停火30天的建议。停火协议伫双方同意了，会能够继续延长，不过就要看俄罗斯的态度来决定。另外，停火期间，乌克兰甲俄罗斯双方会进行交换战俘，释放被关押的平民，抑个互俄罗斯强迫带走的乌克兰囡仔会当登去英国来。
伊拉各方面也开始任命谈判团队，启动乌克兰永久和平的谈判。乌克兰也再一遍重申，谈判过程将有欧洲国家参加。Американська сторона розуміє наші аргументи, сприймає наші пропозиції, і я хочу подякувати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з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ість у розмови наших команд.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乌克兰本来是提起部分停火，包括停止远程突击、无人机攻击、加乌海军事攻击。不过上尾也是接受美国的全面停火建议，也同意赶紧签署美乌扩散协议。美国总统川普讲，伊将会伫这2天甲俄国总统普京讨论停火协议，希望俄罗斯方面会当接受，也欢迎泽伦斯基重新访问北京。That's a total ceasefire. Ukraine has agreed to it, and hopefully Russia will agree to it. Is Zelensky invite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Sure, absolutely. 包括波兰总统图斯克、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宏、英国首相史卡尔等欧洲的重要领导人，拢对这边的会谈表示肯定，也希望乌克兰会当量早实现永久和平。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11号国际刑事法院 ICC 以危害人类罪抓起来哦，随着被送到海牙。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是表示讲，国际刑警要求协助菲律宾是执行国际义务。杜特地的查囝萨拉是批评讲，这个逮捕行动无法律的根据。And what is the crime that I committed? I was brought here not of my own volition.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接到为香港为家己支持的候选人进行5月期中选举造势活动结束回国，到马尼拉国际机场了后就被抓。以这个集团的正当性，最后佫被带去无人机，暗时11点左右起飞去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受审。伊所面临的指控是危害人类罪。Interpol asked for help, and we obliged because we have commitments to the Interpol, which we have to fulfill. If we don't do that, they will no longer help us with other cases involving Filipino fugitives abroad. 杜特地定下质疑非法拘捕，小马克斯表示符合法律定数，是不是甲其中选举有关系？是回应国际刑事法庭调查杜特地受到责的时阵，家己也毋是菲律宾总统，所以无关系。在杜特地2016到2021年执政期间，发动煽动行动死亡的未毒的疑犯甲戒毒者的家属，认为这是地来正义的开始。Duterte was very much above the law, which is why it is such a historic day. A privilege and a right that he denied thousands of people himself when he had them gunned down on the accusations that they were drug users, but he will get a fair trial. 不过，有真侪杜特地的支持者无法度接受，已经甲总统马可斯变面的现任副总统，也是杜特地查某囝萨拉，因为这逮捕行动无法律依据，会飞去海牙协助老爸拍官司。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永英高教机伫顶个月伫台东外海失事，空军阁继续地找找这台战机，即马是开3000多万委托民间的公司来找。早起就有人看到伫台东附近的多兰皮海域在找。这间公司之前是捌找过幻象战机、个 F-16战机等等。早起有民众伫台东附近的多兰皮海域看到这只宝拉利斯3号在找找永英高教机，边仔有海巡的军舰在介护。因为永英的乌阿爸唔知当时会无灯，所以找找工课就爱拼时间赶紧找到。再来看今年1月2日的电动灾情上严重的台南西区有上千栋的厝电动受到损害，有的民众已经开始登记了，也毋过补助的金额却不如预期。另外，南西市场的打商目前是搁伫围楼内底在做生意，市场处是表示讲为着安全，这个月2日拢爱全部搬走。1月21号，地动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半月。不过，今日要南西公有市场内面，涂骹煞阁有一寡放落来的土石，拢还未清理。受损严重的南西市场内面，到现在还阁有摊商伫做生意。近期，台南市场处为了安全，要求摊商21号爱全部搬离，互伫遮生活的摊商感觉真无奈。一起讲安尼根本无法度，来不及啊！你们自己家自己本身也是贴黄单，对不对？对啊，有这都
整栋都拆下来了。说就是你嘛无做事，你嘛无收入会当迄个。对啊，你起码欧巴桑因拢当啊知影了。我们是还可以，其他的欧巴桑这里边很多都老人家，因这金家拢不好多。也告知他说这边实在是太危险了，要搬到安全的地方居住。那市府都有提供安置处，那想要租的也有租屋补偿的一个措施哦。除了南西市场受损严重，南西嘛有9000户的房屋受损，但是政府补助方案不如有期，如果遥遥无期，受灾户房屋是受损唔敢大，嘛唔知何时才会当修复，只会使家己雇工拆除危楼。但是200跟300啦啊，政府怎么认定，我们也不晓得啊。就是希望说能够让我们一些无息贷款，因为盖一间房子现在都要700-800万，比如说一根柱子20万，他就补我柱子20万，就这样，并不是说贴单之后就直接补到最高上限300-200，不是这样子。他们的资讯接收可能第一个比较慢，然后认知上可能比较容易有错误。补助比照的是0206的标准，那补助的金额呢，则是由3大工会依照损坏的程度、修缮预估的费用而定的。对此，台南市府是强调，目前房屋损害评估大多数已经完成，会陆陆续续寄出损害评估报告以及补助申请书。民众收到申请书了，就会当赶紧向公所提出申请，钱真紧就会立效。另外，市场摊商搬走了后，市场处嘛会后续协助安置，以及继续营业。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再来看花莲市建国路二段一搭无咧使用的柴库工厂，昨暗8点外熊熊导火，佮烧甲真猛，加在是无人伤亡。也毋过目前佮找无这间工厂的头家，导火原因嘛佮会厘清。熊熊的这场大火拖真紧，乌烟冲到天顶去哩。昨暗花莲市建国二路一个废弃的木材厂，毋知什么原因突然间导火，火势不止严重，附近的民众赶紧报警。就是因为我爸爸在忙的时候，后来就突然抬头看，然后就已经着火了。我收起来的时候，大家就赶快叫邻居移车啦。以前伫咧做木业的工厂已经停工要到20档，这嘛是遭乎其他业者使用，所以赶来现场也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只个若知影内面有放真侪水老茶，所以火是愈烧愈猛。还蛮多块木的，这一次收很多。对，漂流木，蛮多的，满满的。早期是做木业的，那因为木材渐渐的那个落寞了，所以之后他们就停业。伫咧现场也有停2台小客车，规个木材厂拢导火。总计炭烧的面积大约有300平，消防人员做3边同时拍火，真紧就把火控制掉。总计派遣了各式的消防车辆18部，警消以及义消合计58名。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火势，也没有造成它的延烧。大火甲暗暝的天顶照甲光显显，好在在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一直拢无法度联络到承租的业者。所以详细导火原因一个损失，一个等火调科人员进一步调查了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早起桃园的八地区一台客停车去弄到电火条，有人将影片抛上网络。有网友是讲，这支电火条的地基应该早就流失了。无人讲电火条应该要挖下内底，伊家己嘛捌无细理去弄到。也毋过台电是强调讲，设电火条的所在无问题，嘛来要求这个驾驶得爱赔偿。这架客运车弄到电火条啊，电火条随歪去。可能会撞电线杆。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理，诚信司机无明显外伤，经对其实施酒测值为0，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代志发生伫11透早，八地后庄街41巷，一个姓陈的客运车司机看到对向有车，想要让，所以先赶紧通过，想袂到刷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后壁的车是看一个工具。伊甲影片抛去人面册，引起众人的讨论。有人讲电火条下底的地基已经是空的，嘛有人讲伊捌伫遐弄到过。有不少民众感觉迄支电火条不了危险，应该刷到路边去。我们的电杆是贴着旁边的民宅在设置，而且在我们的道路的白线的之外，所以设置的地点并没有问题。那只是说，因为那边的道路狭小，那所以民众在开的时候，确实要拜托还是要小心。针对客运车弄到电火条的事件，台电回应讲，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并无造成停电，后续的复原因为爱换电火条会影响4户停电。
嘛有甲电火条啊锁去较空旷的所在，希望较免有民众搁去弄着。后续会配合八地交通队做笔录了后，以停诉向这个计程车的司机来要求赔偿。公司新闻唐报道。来看台东市有一个民众哦，伫10月暗时呛水去富江海域掠龙虾，人却失踪，厝里人赶紧去报案。台东县的消防局甲海巡署哦，嘛派人去找人，也毋过目前阁还未找到。就叫家属提呛水失踪现有15人衫，伫台东市富江报案，大声叫伊名，希望因赶紧找到人。对啊，这应该是算较熟的所在。家属表示，10月暗时9点49分，现有15人揸2支呛水气板甲水中推进器到海内底掠龙虾，暗过早起5点左右，亲人无看到伊转去，去报案只发现伊的机车甲衫，就赶紧报警。12早起，台东县消防局甲海巡东部分署，抑个海上运动协会派10外个救援人员呛水敲吹，海面上海巡舰艇也伫附近海域展开搜救。安检人员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抵达现场。那发现遗留的摩托车及其相关的一个工具，那唯独相关潜水的一个装备均未在现场。到即马，所有人员伫报案肉粽甲4个水域，也是无看到现有的15人，会阁扩大搜救。公司新闻台东报道。来看台中的黎明幼儿园哦，因为要家己饲地中华，官司已经拍几啊档咯。目前是经5审哦，早起怀疑要去现场测量，也毋过幼儿园的园长无要互怀疑入去，地主是要求幼儿园来赶紧还土地。侪民间团体来到台中市黎明幼儿园表达诉求，来甲因斗相听，就是因为黎明幼儿园甲中华会诉讼也搁在进行当中，即马法院说已经要来清让土地。你住好好的，活好好的，是你私人财产，为什么会有这种恶法，让你的土地马上就被财团让你切走？你能够接受吗？这是一个违宪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说，只要你被圈入，也就是我们政府圈地，只要你被牵进来，土地所有权人竟然没有说不的权利。园方质疑中华过程黑箱作业无公开透明，嘛批评市地中华法是恶法。因那台中地方法院派法官要去清让土地，嘛去互园方拒绝。而且测量不影响你的权利，我刚才有跟你讲了，他有没有实质权利可不可以要回去，那是在法院审理。今天只是测量。法官煞后伫咧外围清让，毋过也是互民团甲伊包围抗议。规件事件是因为黎明幼儿园毋愿意加入市地中华，对2009年开始甲中华会拍官司到单，已经进行到经5审，目前诉讼也搁咧进行当中。地主嘛表示，当初是家己只是守法参与中华，中华了后分配着800坪的土地，就伫咧黎明幼儿园的所在，想袂到有土地宽增，煞无法度来使用。因为信和那50-60年的这边附近的邻居问一问都知道，我们不是买进来的地主，我们不是投资客，他没有权状，他重划之前他就卖掉了，重划根本不需要问他不是地主啊。幼儿园所坐落多笔土地，园长林金莲于重划前均已移转出售，该等土地并经法院判决重划分配结果确定在案。市府表示，目前因为争议土地无法度点交，除了尊重司法甲法律的停诉执行，接落来嘛看判决的结果，依法来办理相关的事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农业部逐摆有生年的政策暂停了后，台北市哦是家己来推动学生零生年的政策，一礼拜提供一届哦。市长蒋万安早起是甲教育局、产业局佮北农等单位去分林中华牧场，实际去了解，希望讲大家当做伙来关心本土的酪农产业。大嘴甲今日拄摘出来的牛奶啉落，大家学了解特质，为着实际了解本土酪农的产量甲品质，台北市长蒋万安3月12日带市府相关局处甲北农等等的单位，落南到分林中华牧场来勘查，希望确保咧要实施的学生啉牛奶政策供应拢无问题。了解我们酪农的辛苦，同时也了解在整个生产的过程每一个环节，来让各位也了解我们台湾本土的鲜奶是非常的优质，是亚热带国家的冠军。对我们的酪农业这个有滞销的问题，进口奶有时候太多，我们多帮我们销售那个在地鲜奶。
云林在地鹿农表示，纽西兰牛奶开放零关税进口了后，已经威胁国内鹿农产业。希望台北市甲台湾鹿农合作，让囡仔会当啉到本地家己所生产的牛奶。市政府嘛希望中央会当支持。中央也认为声称喝鲜奶这是对的事情，这是应该要做、本来就要做的事情。中央也编列了44亿的经费，只是在执行的过程遇到了困难。我认为。对的事情就要坚持。对市年牛仔囝看牛奶制造到后来运输，蒋万安表示，台北市学生啉牛奶的政策4月开始，每礼拜提供一摆，予国小甲幼儿园的学生，若要全面来买优质的台湾产地牛奶，嘛希望透过这摆落南的勘查，让大家更加重视本土鹿农产业的发展。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湾国际篮球展即马当伫台南的后壁举办，彩排开幕迄天成超过45000个人来参观也毋过民众是反映讲路边拢有白乱停车，指示牌嘛无清楚，也毋过主办单位嘛表示讲因会赶紧来改善。台湾国际篮展当咧台南后壁区举办，无论是园区内也是外围路段，拢真侪车。平常去参加日拢共款，毋过民众怨叹讲，展览的停车规划动线伤过乱，互人三无涨。就算有说指示牌标示嘛无清楚，嘛是多是认为停车停真远，对有年纪的人真正无较优先。看邻居位对去，咱就对那个，都无踩什么牌啊哩。阮今仔开车来啊，就停去到迄边啊。我就讲若行到南火遐真正大财歪意啊。后来几啊届啊啦，大概拢为着停车足生气的。安怎讲？头前会使停，无要互阮停。一直甲阮指挥足远的去。展览彩排开幕，到今已经有8万人来遮，就因为今年来的人比旧年加较侪，地区停车的问题浮出来。有民代建议应该找大型的停车场，甲人集中，甲用专接车载入去会场甲好势。伊嘛呼吁中央就要通盘规划第2期园区。展览大会会议已经有开检讨会议，后续会加强标示动线规划。那有120公顷内底有公共设施用地加多，我们希望中央已经回归中央能够妥善的因应掌管的面积的需求。目前呢，咱有加真挂一寡的迄种咱指引的这个标志，咱停车尤其到迄种咱拜六时要拜时的时阵咱嘛会加真挂一寡咱的接驳这方面的一寡车辆来舒缓大家民众离距离上的这个范围。市府讲交通部分嘛已经有协调警察局参交通局，会加强现场巡逻参管制。这摆蓝展到3月23，主办单位表示会随时改善状况，确保整体交通无问题，要互游客一个较好的赏花体验。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旗山的码头山的南边发现有重金属的废弃物，警方是先7个嫌犯，桥头地方法院2届是拢裁定讲会当交保。也毋过当地民众佮有环保团体今仔是开记者会，提出真侪质疑。土地顶悬的废弃物满世界，怪手一个乌开，嘛会当看到废弃物待伫内底。今年1月，高雄旗山码头山南边的内湖边发现有人违法倒事业废弃物。桥头地检署侦办了后，起诉7个嫌犯。桥头地院第1届裁定嫌犯5万到8万块交保。虽然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撤销原裁定，也毋过桥头地院昨昏搁1届裁定交保。让我们非常不解，也非常痛心疾首的，就是说大家这么的奋力的想要把这些不法之徒，然后绳之于法，可是呢，为什么会被成在司法的部分就被轻判了？在地团体甲环保团体顶部搁1届召开记者会，指出废弃物互违法待伫咧水源地，数量超过2800立方公尺，深度超过4公尺，初步检测重金属超标，法院竟然搁甲嫌犯交保，烦恼日后查袂着源头，清理的费用煞爱高雄市民分批。那这些业者出去做什么事情？很可能就直接去串供、去脱产，接下来你要求偿无门了，5万元、8万元就可以交保。但是要去清理这样的一个废弃物，所花费是要多少亿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针对居民甲环团批评有唱棒的可能，到这个为止也无桥头地院的回应。桥头地院是认为被告顶起的人毋是核心人员，而且参与的数量甲情节毋是真严重。经过法官考量比例原则等相关的情形了后，认为无羁押的必要，裁定分别以8万块到12万块交保，而且限制自己袂当互相联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宜兰所有的三仙岛县政府已经公告，称作是水产动植物保育区，禁止掠水产动植物。渔船嘛袂当挖金，也毋过海巡长伫海上要求伫保育区内底作业的渔船离开，双方嘛发生冲突。这是渔民翕到的画面，海巡的船蹛伫渔船后壁，因为宜兰县府甲所有三仙岛甲附近的海域公告做水产动植物保育区。禁止任何去遐掠水产动植物的行为，渔船嘛袂当挖进。海巡依法伫当地扣劝违规的渔船大离开，毋过双方煞发生冲突。一只较重要，加多，就加。啊，第二只就袂爽啊。去掠菜，来去引好人的太。渔民指控讲，海巡来甲因赶的时阵，毋若缀真暗，嘛无互因充分的时间会当收渔具。海巡的船挖来的时阵，抑阁因为安尼破坏因的渔具，引起渔民的不满。不少渔民起一个船驶船甲伊包围起来，落尾手这只海巡蓝艇才离开。这袂使作业的哦。因为海巡是公布这块的画面来背回，讲因接到通报有不少渔民违规进入保护区内底，去到现场了后，使用广播宣导，扣劝因离开。较免违反相关的规定，并无破坏渔具，嘛无去互渔船包围等等的代志。昨日巡防艇返港检查，无发现矫枉情形。本队迄今亦无接获渔民报案记录。根据县府的公告，渔船若是入去三仙岛保育区掠鱼仔，会当以渔业法罚3万以上15万以下罚款。海巡指出，渔业资源保育甲依护海洋的环境，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民众若是发现有人去遐违规掠鱼仔，也是捌海草等等的情形，会当敲118海巡服务专线来通报。公司新闻宜兰报道。屏东西市场去年开幕，所有游园停车场顶真侪问题，人客无济。即卖有一寡摊商因为太无钱要退租，山寨单位要重新来招商。有人是建议讲会当转型做美食街。县政府嘛表示讲，因并无强制摊商是要安怎来经营。今日屏东西市场看起来舒适佮清气的环境，尤其佮有冷气在吹，不过空气内底纯纯的臭油烟味，自开幕到今已经7个外月啊，拢也未解决。和平众来遮意愿降价，摊商趁无钱也无愿意佮承租。目前有30个单位要重新招商，留落来摊商有人是乐观看待，嘛有人是满目心酸。这嘛是一个固定的点，你家己爱想看卖啊，讲你家己要做啥物，啊，互个人客来信任你。毋是讲像我要讲咱摆摊啊，今仔日摆遮，明仔抢了就走，明仔来摆遐抢了就走。离那个猪架熟食区比较远，我这里都有味道。我相信你现在应该也有闻到了吧？对吧？对啊，那你说是我们的问题吗？是我们个人不会卖东西，不会整理东西吗？不是吧？对不对？你人没进来，我们就没有机会。当初开2亿起的市场，有摊商私底下表示，即卖单柜的数量甲规模比起来只剩1/3，因为是室内环境，希望游园的问题会当赶紧改善。有人建议甲经营的形态换做美食街。对此，县府强调，游园的问题已经有请人在规划，另外经营的种类因并无强制爱做啥。农渔牧产品的跟百货其他，还有饮食这个部分，都是属于零售市场可以经营的项目一部分。哈。那摊商朋友有自己的一个权限，还有他自己的长产，那这部分我们都乐观其成。县府表示，进前因将市场的管理委外经营，不过发现有真侪问题，拢无法度即时环境解决。即卖县府收回来家己管，针对西市场的建议，因会陆续来检讨处理。记者柯家珠、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小细胞肺癌互人合做癌王是真恶治疗，大部分的病人活袂超过1冬哦。但台北医甲外国团队研究就发现讲，小细胞肺癌家己有神经发电的能力，造成癌细胞会快速增生。团队表示讲，治疗肿瘤就亲像跳围巾，就爱断水断电哦，来当来阻断血流甲电力，得当来控制癌细胞。这成果嘛，刊伫国际权威的期刊《自然》顶头。
肺癌是死亡率上悬的癌症，其中小细胞肺癌上好治疗，平均存活率无到1年，互人号做是癌王。在台北医外科部团队甲英国 Francis Crick 研究院合作，发现小细胞肺癌甲其他的癌细胞无同，伊会自主产生电生理信号，互小细胞肺癌免靠外部神经刺激，就通生团而且转移。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如果你是因为血流或者是电刺激，那我们好像就是外部的供应，我们只要把它断水、断电，癌细胞应该就可以受到控制，不再成长。可是小细胞肺癌就是例外。我们发现说，它事实上可以自己产生电刺激。专家解说，过去认为癌细胞生长就要靠外部的血、甲外部神经刺激才会当成长，但是即阵甲外国团队的研究发现，小细胞肺癌会自主产生电生理信号，亲像大脑下命令，就会互肿瘤恶化。加在研究团队也找到方法，透过刺激毒素来压制小细胞肺癌的电生理功能，发现会当降低肿瘤生长的能力。就是小细胞肺癌它会产生电气活动，然后那这种如果我们让它发电更频繁的话，它就会变得更恶性。那如果我们抑制它的发电的能力，就像可能大家用一些药物去抑制不正常的心脏放电啦、大脑放电啦，就是这些药物它们可以对小细胞产生某一些治疗上的功效。那所以我们就觉得，会不会以后有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治疗其他科的药物来治疗肿瘤？在台北医甲外国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也上自然国际科学期刊。研究团队表示，这个研究成果为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打开新的方向。无抵抗未来治疗样型、心律不整、破心，这个控制细胞发电能力的药物，也通加做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新药物。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最近流感疫情已经较缓和了。疾管署统计，顶礼拜看类流感门诊的病人是有11万人次，人数大大的减少哦。疾管署嘛预告后礼拜就会脱离流行期了。今仔来到诊所看医生，医生随检验看卖是毋是 A 型流感。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去互医生看，拢总有11万人次，人数有大大咧减少。疾管署预估后礼拜流感就会脱离流行期。较早大 S 迄个，因为流行感冒过身去了，迄段时间呢，确实是流行感冒足流行迄时阵啦吼。啊，但是过去站了，足一人有治流行感冒的预防车了吼。其实可能对这个预防这个流行感冒的流行，有真大的帮忙啦吼。虽然流感的病例有大大减少，不过经过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3月初2到3月初8这段时间，嘛是有增加44个重症的病例，阁有22个死亡的个案，而且死亡人数当中有19个拢是无注流感疫苗的。疾管署表示，这个案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和本身就带病高风险族群。那在流感重症的部分，在上一周是有新增44例的流感重症病例。其中有36例感染的是 A 型的 H1N1， 那另外也有新增22例的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那主要的这个感染的型别也是这个 A 型的 H1N1。另外，除了流感疫情，真正的诺罗病毒嘛袂少。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有25万人次因为歹巴肚去医生看，其中有9成是诺罗病毒。虽望病例人数已经连续2礼拜下降，但是也是最近5年来上悬。提醒民众爱食洗手，注意卫生，而且建议无吐无流，镜头解除48点钟以后，才会当去上班上课，才袂危害别人。记者第二线柯敏哲台北报道。2020年台湾戏曲艺术节4月11日起过，有11出表演哦。拜二团艺中心嘛邀请明华园甲台北木偶剧团先来演出，那么做伙来看卖。你在出任务就是扮演高庆君。歌戏演员孙翠芳伫咧台顶搬一出穿越的故事，即届伊穿越到嘉庆君的身躯。伫咧伊游台湾的过程，拄到期待的大骗子刘秀英，准备要甲伊处罚的时，才发现刘秀英竟然是伊的祖先。这出汉国趣味的戏剧，是为了2029年台湾戏剧艺术节的戏出之一。阮这就是现代剧，甲即个歌戏，甲即个游戏，就是来到即个异世界。大家拢爱唱歌戏，主动就样唱歌戏。甜甜，唔着按咸咸的饭才对。
一种优质的少年人，人就应该甲斗相共，敢毋是啊？除了歌仔戏，还有布袋戏。这出布袋戏剧叫《赤子》，编剧以台湾文学家李迄六做题材，演出文学家李迄六遭受白色恐怖了后，投入地下革命，后来伫落区去互抓家事的故事。伊就是后来伊走入去陆区内底嘛，吼啊，伊其实是去抓家事的，这是嘛是伊传奇性的所在。伊去搞革命，结果伊去抓家事，啊，不过伊的精神呢，无安尼消失去。2020年台湾戏曲艺术节，这届隆重推出来11档的作品，有歌仔戏、布袋戏和剧团的演出，内容主要是以台剧做演出。团结中心望民众到阵来欣赏传统戏剧的水。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全世界规模上大海洋破渣，佮再发现866种全新的物种。目前咱人林白海底动物，敢若占海林的1/10尔，佮有真侪新的物种需要探索。研究家探勘计划海洋普查宣布发现866种新物种，像这只伫非洲外海发现的饭丝鲨、甲鲨鱼、航仔鱼同款，拢是软骨鱼类。这届发现的物种只是港科的第38种，比起鲨鱼已经知影有500种以上，是科学家了解也真少的领域。海洋普查是全世界上大规模的海洋环境研究计划，有400外个研究机构、800外个科学家共同参与。专家估计，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海洋物种，敢若占整体1成，出来9成包含200万种生物。不过，海洋环境破坏严重，探测工作要加速进行。The average time period between something being collected and described in an academic publication is 13 years.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our marine environment are facing, we can't wait that long. So accelerating marine discovery, just being able to say, even if it doesn't have a proper name, but being able to say that's new, is something really powerful. 海洋普查探测船会看情形派畅水员、深海机器人，也是畅水器。船顶有科学家24点钟监测，科学家用真侪种上新的技术，会当深入较侪较早无法度探测的地形甲深度。So traditional sampling will, trawls, even long lines through bycatch, drop cameras, we'll get a lot of flat areas, but the walls that are behind me, and those really sharp topography areas are very rarely studied. 2025年海洋普查也会进行10届探测任务，入去更较侪唔知的领域，并为未来环境政策提供科学基础。海洋是地球上侪变化，也是上极端的环境之一。到即马也是有真侪唔知的所在。科学家一旦发现什么稀奇古怪的物种，嘛真使人期待。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灯火渐渐倒起来，跳出世外的脚印，嘛，互咱看到故乡的故事。这个活动会当予台中人去熟悉台中。
本有用的力量来做一个台湾甲咱日本的桥梁。